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国外节，真欢喜，咱搁一遍聚集伫圣殿中间，透过诗歌，透过敬拜来庆祝主耶稣基督国外。这是咱要领受上帝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这时静静听候你的话，求你透过你的话，搁一遍，透放阮受捆绑的灵命。互阮会当真心追求你的心意，照你的心意去行。求你帮助阮，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今日伫遮庆祝主耶稣基督国活。首先，咱就是爱明白，耶稣基督之所以有国活，是因为伊捌为咱死。伊之所以为着咱死，乃是因为上帝真实疼咱。咱拢知疼有极大的力量，但是因为人的软弱、人的欠缺、人的无完全，所以咱的疼也是无完全。完全的疼只有对上帝遐来的才找到。特别是咱顶礼拜是受难周，毋知影大家有利用这段时间详细来思考。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？伊为什么要受苦？如果咱来当照教会进度去读咱的福音书，咱就会当真清楚，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，毋单单是一个好人、一个义人、一个完全的人，伊也是上帝的囝。亲像约翰福音书所讲的。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独生囝赏赐予因，互一切相信伊的，无至到灭亡，反得着永远活。因为耶稣基督本身是上帝的囝，伊之所以来到世间，就是要互一切信靠伊的，无至到灭亡，反得着永远活。所以今日圣经保罗先生安尼讲。因为基督的疼催逼咱，因为咱知，一个人既然替正人死，正人就拢死。而且伊替正人死，是要互遐活着的人，无搁再为着家己活，乃是替因为着替因死来搁活的主来活。这意思是讲啥？是讲耶稣基督为咱死，所以咱家己本身的软弱罪性。爱借着耶稣基督的死，甲伊同齐死，就是将咱的罪性除去。因为上帝无爱人伫这罪恶的捆绑中间面对死亡，所以上帝疼咱，将耶稣基督赏赐予咱。所以这款遮尔大的疼激励咱，互咱会当得到改变，互咱会当学习。咱也当领受上帝遐的疼，来克服咱人生的软弱，来疼别人。这是咱各活节中间第一件爱思考的代志。第二项，各活节是一个带来愿望的节期。伫这段咱对着所读的经文中间，提起到一个人新的活命是为着。对世人中个活的耶稣基督来活的，所以这个讲起到咱的信仰的一个真重要内涵，就是耶稣基督是对世人中个活。其实咱会当讲，咱的信仰无比这个对世人中个活更加重要的主题，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对世人中个活，所以才有今仔日的基督教会。所以保罗讲，若基督无对世人中个活，咱就无啥物通好传的，咱也无啥物会通好信的。如果耶稣基督若无个活，咱今日参加是个别式。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有个活，所以咱今日是参加是个活节的庆祝礼拜。咱有通好去传讲的，就是咱所信靠的是一个。对世人中个活的上帝，伫遮咱会当看出对世人中个活的信息，
是咱上界中心的信息。对信仰中搁活这信息，也是咱的信仰甲其他的宗教上界重要的差异。一句话，若无信仰中搁活，咱的信仰就无价值。因为除了信仰中搁活以外，咱甲其他的宗教，其实其他的宗教会当找出咱所传讲的真侪相款的教义，但是独独这个对信仰中搁活这个带来永远活命这项代志，显出咱的信仰的真特别的所在。因为对信仰中搁活，这是互人我尔欢喜的好消息。有搁活代表死亡无搁再可怕，因为咱知死亡是每一个人真惊得去面对，而且无法度避免的一件代志。因为人上较惊的就是死亡，而且无法度抵挡伊。每一个人其实面对死亡有真侪无同款的态度。我过去少年的时阵，感觉家己身体真好，无迄个面对死亡的惊吓，感觉真勇敢。但是，一直到你拄到迄个死亡关头的时阵，你才会深深去体验讲，哦，原来咱面对死亡的时阵，依然有惊吓。我记得我有一遍，我新人医大毕业。伫学生中心做传道，有一天，我那是一个学生宿舍，大概住差不多20个学生。有一天暗时差不多12点的时阵，突然间，阮迄阵迄个头前迄条路吼，开无偌久吼，迄是一条新的路，所以无真热烈，暗时暗暗。突然间吼，远远的所在有传来迄个声音讲。大声喊讲救人啊！救人啊！吼，一妇人人咧喊的声音。这时候一喊了是愈喊愈大声啦吼。阮规个宿舍的人吼，拢会当听到迄个声音。结果阮就全部拢走出来看吼。迄时阵吼，对我出来差不多10几个学生。徛伫后壁面吼，我出去的时候看到一台轿车停伫阮的头前吼，真大台。内底有声音就讲，就一个妇人人伫遐喊讲救人啊救人啊吼。我就去勇敢吼，拢去来拍迄个窗仔门。叫迄个窗仔门吼，拢安尼自动安尼降落来吼。降落来时，我突然间有一种。心中的惊吓，我讲万一吼，内底剩一支枪出来吼，变者我毋就无命。所以迄个窗仔门安尼降落来我拢对伊安尼降落来，吼。结果我想讲，不要紧啦，阮人足济嘛，10几个啊，也无咧惊。结果我头一看，哇，走一半去啊！出来拢对我安尼，拢压落来。叫内底有一个妇人人喊出大声讲救人啊救人啊！然后因看到阮一直人徛伫外口吼，佮愈喊愈大声，吼，伊边坐一个查甫人咧开车，就讲，迄阮某啦，冤家，哇！叫迄个妇人人听着安尼啊，吼，我掠讲吼，愈喊愈大声救人啊救人啊，就要拍因身边。这时阵我落来讲，阮这教会吼，恁礼拜内底吼，大家较冷静者讲者吼。结果吼，迄个妇人人吼，佮愈大声吼喊，叫因身边拢生气吼，拢开车拢走去。走去了，我拢叫阮迄个学生吼，举迄车牌去报警吼，讲有一只车对迄边走去，对迄方向走去吼。但是迄个时刻吼。我真正，家惊一个讲，我若万一吼，这时阵吼，迄阵我囡仔还足细汉的，我若万一若无命吼，
记上帝吼，看要安怎就好。所以吼，我感觉人拄着这死亡的关头的时阵吼，真正心中会惊吓。但是感谢主了。咱来知为什么咱对死亡会遐尼惊吓？因为咱对死亡这件代志无了解，无确定。阁无一个人对死人中个我，但恁讲死亡了的情形是安怎？所以咱会惊吓，但是惊无路用啊，因为惊你嘛是要去面对，是咱每一个人拢爱面对的。但是感谢主啊！咱的信仰哪能讲？咱唔免遐尼惊啦，因为死亡对咱来讲唔是种结束，反倒等于是一个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对死人中国话，有一天会阁转来，有一天会阁转来，而且伊应允，伊将来要带咱去迄个通安息的所在。所以已经阁话，如果咱若相信伊，咱就会当甲主耶稣基督生命连结做伙，互咱将来是一个有愿望的人生。所以咱对遮讲，如果受苦是疼的表现，安尼，搁我要表达的就是愿望。这是咱搁我节爱思考的第二件代志。但是咱拄着一个问题，咱要去人说明耶稣对死人中搁我，因为保罗讲，咱得到一个积分，就是爱去宣扬这个上帝甲人和好的信息。你要宣扬上帝甲人和好的信息，你就爱讲起耶稣基督对死人中搁我嘛，这样死血的宽恕嘛。但是这对真济，特别是比较较理性、学科学的人，要人相信讲死人会搁活，是真困难的代志。我特别我过去伫学生中心工作，我所辅导的大学是一个用理工科做主的大学，有诶真理性。特别我真侪交陪真侪朋友，嘛是拢真理性。伊讲，知影我做基督徒的时候，伊来我笑，来我口说，讲你做一个学科学的人，较会去相信讲在小女会怀孕生囝，较会去相信讲死人会搁活。你嘛爱提出一寡证据，互阮相信。就是讲，你若讲一个刑事案件，嘛是爱有证据，人才会相信啊。无证据，要叫人相信。所以咱基督徒爱认真去找证据。所以我就认真去找证据。找到，我来讲，我来讲，我的耶稣搁我吼，我有物证，阁有人证。啥物是物证？我讲吼，物证就是啥？空的坟墓，空的坟墓。我一听到这吼，大家就来我笑啦。我空的坟墓是要做物证，就是讲一个空的坟墓有可能即个情形，当然耶稣搁我是一个情形啊。嘛有可能遐富人人上过紧张、上过惊吓，走毋着墓，找着一个空的墓，嘛有可能是耶稣基督的学生，把耶稣的尸体偷摕出来。迄个坟墓较变做空的，你毋通想讲这无人安尼讲咧。你若看马太福音书，当时的祭司长就提钱报罗这顾墓的这士兵，讲恁爱去讲一个消息，讲耶稣基督的门徒把伊的尸体偷摕出来，所以才会变做一个空的坟墓。所以伫马太咧写马太福音书的时阵，迄个时阵。这个消息也流传伫迄个当时的社会咧，所以毋是今仔有假消息咧，迄个时阵就有假消息啦。所以空的坟墓敢毋通做物证，对咱来讲会使，但是对一寡毋是的人，无法度。安尼你讲，我有认证，因为有一群人看记着耶稣基督搁我，亲像保罗伫。哥林多前书15章
第30到第80写，伊讲耶稣基督有显现哦，彼得看，有显现哦，12使徒看，有显现当时显现500几个兄弟看，以及雅各看，耶稣基督的兄弟雅各，真侪人拢捌看见着个我耶稣基督，甚至到落尾，耶稣基督嘛，互保罗看见。所以保罗来记载落来。咱讲我有这人证500外个呢，但是毋信的人嘛是毋信。你讲迄圣经恁家己写的，所以到底要说服这个人去相信，到底要说服这个怀疑的人，要互伊相信，其实是第3项，就是见证。物证、人证真困难说服，但是见证会使。因为见证是啥物？见证就是一个人的改变。亲像拄则咱所读的经文讲，老人甲耶稣基督结连，伊就是新创造的人。新创造的人，就甲过去无共款的，过去有罪性的人无共款的。即款新创造的人，伫更新的过程中间，咱会看出伊的改变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在座如果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咱就是见证者。牧师不时逐大家讲，一个无信耶稣的人来到咱教会咧看啥？看咱安怎敬拜上帝。因为因若去庙宇咧敬拜因的神明的时阵，因拢是用真敬虔、毋敢顶撞的心咧敬拜因的上帝。伊来到教会看咱咧敬拜的时阵，如果咱若无男无女、马马虎虎、清清菜菜，有人拄久，有人咧看手机啊，有人咧做啥物货，你讲咧拜真神，较有可能拜到安尼，这就是无好的见证。但是大家拢是专心一致，将家己的心神、肉体拢咧完全服侍上帝，安尼人会感受到讲，哇，咱咧敬拜是真神上帝。另外，人伫外面咧看啥？咧看咱怎样，咱的行事为人是怎样？这就是见证。咱看一个信耶稣的人。是安怎过伊的人生？如果若有改变，如果若甲过去无共款，你是甲伊真好的朋友，你生命有改变了，伊绝对会咱发现。这种见证是上有说服力的。所以，牧师要鼓励大家，要有真水的见证。基督徒的见证表现伫真侪方面。伫小的方面，咱对个人开始，咱家己改变，而且尽咱的力量去听咱四周围的人。虽然知影有啥物人有困难，咱就起来关心；别人无要插伊的时阵，咱就加较侪关心。会知影上帝听是啥物？比如讲，咱伫周报顶面有看到，就讲新闻内底有看见到，伫缅甸发生地动。迄个所在过去真少地动，所以人拄着遮尔大的灾难的时阵，真惊吓。确实有啦，造成真大的破坏。咱若对传教士所传落来的影片，咱会当看见着当地人真惊吓。咱即摆有一个管道，会当去来关心的时阵，咱就尽咱的气力捐一点咱家己的钱。会当起来帮忙买一寡物资，送因到遮个受灾的人手中，甲因分享。这是咱做会到的，咱就尽力去做，去来关心。咱知影倒位，比如咱教会有教社部，咱就知影倒位有需要，咱就去来关心。这咱拢会当奉献来关心这个事。伫大个方面，牧师也要鼓励大家投入整个社会改革的运动，通过这社会改革的运动去见证，咱听咱所徛起的乡土。咱一方面爱为着咱的执政者以及有权影响台湾未来国会议员来祈祷；另外，咱嘛爱有一寡行动，
积极去参与社会改变。咱对圣经中间来看，无论对旧约的先知，也是一直到新约的耶稣，拢是对当时的国家社会提出革命性的建议。当然有关咱最近，特别咱拄只书会咧祈祷的时候，嘛有祈祷到，咱台湾即马伫民间，有提出一寡社会运动、改革的运动。有一寡人想要知影咱教会立场是啥物？其实牧师要大家讲，牧师鼓励大家去关心这个事，咱较侪方面去观察，毋是听一方面的意见尔，咱收集这个意见。我相信上帝一定互咱有智慧，互咱做正确的判断，去参与、去关心。而且我认为，咱基督徒伫现代世代中间，更加应该爱积极参与社会改革的运动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咱之所以当自由来教会敬拜，咱会当追求精神的自由，这毋是所有国家的人拢会当享受的。因为咱今仔日有自由、有民主，所以咱才会当伫即个土地自由敬拜上帝，咱会当自由去传福音。这嘛毋是真简单就得到的，是过去有真侪前辈用因的生命付出，咱今仔才有会当享受即款的自由。所以咱依持现主时即款的状况，互咱的国家会当得到稳固徛在。而且，咱若关心社会政策的改革，会当互上帝公义临在伫即个世间，这是真好的见证。咱想看嘛，咱关注一寡事，只会当帮助一寡人尔。但是一个好的政策的改变，会当造成千千万万人的利益。这是咱基督徒应该爱参与、爱去关心的事。求上帝互咱智慧，帮助咱去做正确的行动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你透过主耶稣基督，赏赐阮快乐，赏赐阮救赎的恩典。愿恳求主继续带领阮，互阮也有能力领受你的疼，分享你的疼，来为你做见证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